你嘅仔女係咪嚟報恩㗎？想知道咧，可以睇下以下嘅內容，同佢哋相唔相似？第一就係反叛同自信，佢經常咧都同父母唱反調，堅持自己嘅想法，擁有強烈嘅獨立思考同創造力。第二就係感情疏離，佢對父母嘅依賴感好低，佢習慣咗咧靠自己解決問題，佢經常都追求咧自我嘅認同感。第三就係挑戰權威，佢對父母同師長嘅決定，佢唔會盲目追隨，反而佢係追求公平，勇於發聲，佢個批判同邏輯思維都係比較強。以上幾種嘅特質，表面上覺得佢哋好叛逆，其實呢種係佢哋愛嘅方式。佢哋唔係唔懂事，而係唔希望父母為佢哋擔心，所以咪要靠自己闖出一條路。佢嘅成長可能你會唔認同，但係未來佢一定會用行動讓你感覺到驕傲。